現年38歲嘅 TVB 女星，2007年落選港姐麥浩儀喺社群媒體上面發布動態嘅，宣布同小佢6歲嘅男友 TVB 男星邱子謙正式分手，兩人亦都結束咗長達超過10年嘅姐弟戀。據麥浩儀同埋邱子謙透露，其實兩人舊年就已經有坦誠嘅溝通咯。喺分手亦都係兩人共同嘅決定，兩人從情侶轉變為咗摯友以及好好嘅工作夥伴。至於點解突然結束多年戀情，雙方都未有透露啦。對於麥浩儀同埋邱子謙嘅突然分手呢，外界都格外震驚啊！畢竟兩人已經戀愛超過10年啦，就好似港劇裏邊嘅經典台詞：人生能有幾多個10年啦？儘管兩人相差咗6歲，但亦都攜手行過咗10年，喺好多問題上肯定都磨合得好到位噶啦，完全就係應該結婚嘅節奏。冇諗到等嚟咗兩人分手嘅新聞。其實麥浩儀同邱子謙嘅戀情咧已經公開多年噶啦，甚至邱子謙咧仲曾經表示麥浩儀就係佢嘅結婚對象。過去對於戀情，兩人都係大大方方承認，冇任何嘅遮遮掩掩。雖話唔常公開秀恩愛，但外界都知道兩人嘅感情一直特別穩定。前幾年邱子謙喺接受傳媒採訪嘅時候咧，仲主動表示女友麥浩儀有成熟嘅一面，亦都有小朋友嘅一面。好多時候喺事業上面咧，麥浩儀都會俾邱子謙一啲建議。而喺邱子謙睇嚟，麥浩儀身上最大嘅閃光點就係中意講真話，唔會拐彎抹角。麥浩儀同埋邱子謙都唔係 TVB 嘅一線藝人，所以兩人嘅關注度肯定冇一線藝人嘅關注度咁高啦。麥浩儀係2007年嘅落選港姐，佢喺TVB 做嘢亦都快20年嘅時間啦。同佢同屆嘅港姐黃智雯、黃君馨、張嘉怡以及趙希洛等人已經全部離巢，只有佢仲喺 TVB。近年嚟，邱子謙最有代表性嘅作品就係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。佢喺劇中飾演嘅蔥頭一角，俾唔少觀眾咧都留低咗深刻嘅印象。睇嚟咧，麥浩儀同邱子謙結束超過長達10年嘅姐弟戀，確實咧非常之突然，亦都特別嘅遺憾。但係咧，相信決定分手咧，亦都係兩位當事人咧深思熟慮後嘅結果嘅。最後，亦都祝福麥浩儀同邱子謙喺分手之後各自安好。